大家好，我是金花。我出世伫宜兰南娘仔一个足水的海边。我迄阵有为新竹、苏澳、淡水移民来的。公路顶瓦山的南澳社遐，阁有住台湾族，所以我自细汉就有足侪语音比较的机会。我读小学的时，阮阿嬷拢会叫我替伊写批互阮阿舅。阿嬷用台语念互我写，我头一摆会感觉。讲话甲写字哪会无共款？心内的犹豫，一直到我考掉台语老师，学着罗马字了，我才知影，原来罗马字遮尔好用。自离开爸母出外打拼，人生的路途为金仔好小姐进入家庭管理，改衫兼顾囝，一路行来，拢毋知影母语失落的问题。一直到2003年，张医生教我罗马字，才知。足感谢有济济贵人牵架，甲第一社台推荐我，互我得到2016年特殊优良教师奖，甲出版台语罗马字创意教材。亲爱的，我甲写台语变简单啊！语文要合一，罗马字上赞啦！看阮阿爸留落来的残垣，除了油仔园以外，拢囥咧拍花。祖先的话嘛，强要断，心真酸。母语是感情的故乡，族群的灵魂。族语若无去，族群就灭亡。阮为土地亲手种可可啊，争取新经济。为台语认真培训台语老师，阮有看见收成啊！咱着爱软嫂啊牵牛，教囝讲母语来写罗马字，声音甲土地才会代代传。我看海岸迄种的人，爱好胆才会当行这个吊桥，亲像咱台语人嘛爱好胆，才有法度吹煞台语。我着为吊桥甲徛过去。我希望母语毋通断伫咱即代。我嘛用台语要做我的志业，我就是等好胆。我主张罗马字救母语，爱为学校做起。我是台湾人，我讲台语，台语出头天。